地道佛山味，佛山佛燒樓。呢個視頻同大家分享喺佛山開咗30年嘅老字號酒樓佛燒樓。各位朋友大家好，一講起佛燒樓，可能有唔少人都會諗起喺澳門嘅嗰一間佛燒樓。其實喺佛山嘅禪城一樣都有一間老字號嘅佛燒樓。我哋而家就嚟到咗佛山嘅禪城區。而家喺佛山真係有唔少新起嘅住宅樓盤。佛燒樓呢3個字係經營者自己親自寫嘅，成棟建築上有唔少嘅綠植。呢間店主要經營嘅就係港式傳統嘅點心同埋傳統粵菜。一入到嚟就係綠色嘅植物佈置成嘅一個前景，仲有一棵迎客草。右手邊就係佢哋嘅海鮮池。喺佛燒樓呢度所經營嘅海鮮，大部分都係嚟自珠海嘅斗門。斗門嘅海鮮好食，就係因為佢嘅地理位置係處於鹹淡水嘅交界。游水嘅倉魚攞嚟做刺身相當嘅正。呢度嘅老鼠斑58蚊一條，清蒸老鼠斑係呢度最暢銷嘅單品。有唔少過嚟食飯嘅客人都鍾意點蒸老鼠斑位上，性價比確實係高。一入到嚟就可以見到呢一尊笑住嘅佛。呢間酒樓起名嘅原因就係源自於呢一尊笑佛。一樓係大廳，不過好多過嚟呢邊食飯飲茶嘅人都鍾意坐房間。房間入邊嘅佈置清爽簡潔，最鍾意呢啲有住大窗嘅房間，環境舒適得嚟又非常具有私密性。每間房入邊都配備有飲茶嘅台。喺房間入邊食飯冇設最低消費。今日我哋就坐1樓嘅呢一間房，從左手邊咁樣行過嚟，睇落去就似一間獨立嘅庭院。門口有台同埋凳俾客人坐住食煙。今日住喺佛山呢度附近嘅老友負責點菜，佢自己就經常過嚟飲茶兼食飯。野山椒牛肉腸，朋友話平時過嚟呢度飲茶，佢就最鍾意幫襯呢間店嘅腸粉。跟住上嚟嘅就係黑蒜燒賣王。睇落去佢嘅外形就幾似菊花燒賣。腸粉要好食，必須要自己磨米漿。腸粉拉得又薄又有米香味，靚嘅花生油嘅味道為佢增添咗唔少嘅色彩。牛肉腸喺牛肉入邊加入咗些少嘅野山椒，等你喺食入口嘅時候有米香味、牛肉香味，仲帶住些少嘅辣。海貝鮮蝦球，呢個點心嘅造型非常吸引人嘅眼球。裝蝦球佢就用咗一個新鮮嘅海貝，貝肉就喺蝦球嘅面頭。蒸嘅時候海貝嘅嗰一口汁，再加埋蝦肉嘅鮮，一齊會流到去下邊嘅托盞度。裝蝦球用海貝，呢個創新非常嘅讚。蝦球入口爽口彈牙，肉質鮮甜。記得食完蝦球同埋貝肉之後，一定要飲埋呢一啖仔嘅湯。呢啖湯先至係真正嘅精華所在，鮮到冇朋友。燒賣喺傳統嘅餡嘅基礎上，入邊就加入咗少少嘅黑蒜。加入咗黑蒜嘅份量唔會多，所以成個燒賣食起身味道都唔會有黑蒜嘅嗰種霸道嘅味道。其中一位一齊食飯嘅朋友話呢個腸粉嘅粉底好香，跟住就點多咗一份韭黃鮮蝦腸。好食嘅腸粉除咗米漿要靚，出品要夠熱之外，粉皮拉得千祈唔可以過厚過腍。薄得嚟要入口爽滑有米香，再搭配埋靚嘅花生油，咁樣嘅腸粉先至為之靚。非常鍾意呢個裝點心嘅器皿。喺佛燒樓呢度飲早茶可以點2款牛肉球，一款就係傳統嘅陳皮牛肉球，另外一款就係我哋今日點嘅黑蒜肉汁牛肉球。一份有2粒，底座就興住辣。2粒黑蒜牛肉球就被黑蒜肉汁浸住上。喺食牛肉球嘅同時，仲可以飲埋黑蒜肉汁。牛肉球用新鮮嘅牛腩，入邊加入咗陳皮芫茜，入口夠爽夠香。食完牛肉球記得一定要飲埋啖黑蒜肉汁。好多過嚟佛燒樓嘅熟客都知道呢一間店係喺佛山嘅禪城區一間食魚生嘅好去處。今日朋友亦都點咗一條斗門嘅金蚌，食金蚌魚生。首先上嚟嘅就係食魚生嘅調料同埋配料。配料嘅種類一共就有7種。有炸芋絲、花生粒、橋頭切絲，仲有洋葱絲、野山椒、蒜片同埋檸檬葉絲。洋葱嘅選材非常嘅特別，用嘅係白洋葱，香之餘冇咁辛辣。金蚌魚生上嚟啦，擺盤就擺得非常有特色，分成咗一份份咁樣插喺冰上邊，冇令到魚肉直接同冰接觸。我就非常鍾意呢一種擺放嘅方式。
今日呢個係咩魚？金蚌魚，海魚嚟嘅，係。建議就係每2份魚生撈一碟。呢個魚就係鮮甜，好甜味。咁就先放啲食唔食辣咧？乜都得，乜都得豉油咁細。喬菜絲多啲，我中意。係加少少辣，全手工嘅呢啲係洋葱，雲南嘅洋葱絲，洋葱係咪？蒜片、花生等再撈。我自己食魚生嘅時候就從嚟唔中意加豉油，我就中意加入配料之後加花生油、加鹽撈嚟食。有時想試魚質嘅原味，我就乾脆唔加任何嘅配料，直接加少少嘅花生油同埋鹽嚟食。馬拉牙。呢個係清檸，但我一般就先撈喺隔離，你再點落去就唔適宜一直接倒落去嗰邊啦。我就中意撈落個碟。齊撈起，風生水起，生生猛猛。OK， 得啦，好啦。好，多謝。好，請慢用。審鹽嘅時候佢都幾細心，喺魚生面頭滲少少，跟住又喺碟邊滲少少。如果你覺得鹽味唔夠，就可以自己再加。今日嘅呢條金蚌，食入口就感覺到佢肉質嘅油脂相當嘅豐盈，自帶足夠油脂嘅魚肉入口，就會感覺到特別嘅香甜。如果我早知食魚生，自帶一支夠凍嘅白葡萄酒嚟搭配佢，咁就更加嘅正。主食就點咗豉油皇炒麵，入邊仲加入咗唔少嘅瘦肉絲，搭配自己產嘅辣椒醬。斗門花蝦，我哋點咗半斤攞嚟蒸。呢啲花蝦仔雖然就唔係好大隻，但係隻隻都非常嘅緊實肥美。珠海斗門呢個區域嘅海產，被稱之為係廣東海產嘅黃金生長帶。喺呢種水質養出嚟嘅海鮮，肉質更加嘅彈，鮮味更加嘅濃，而且泥腥味非常嘅低，幾乎冇。鹹淡水交界，呢度出產嘅海鮮比純海水嘅海鮮同埋純淡水嘅海鮮味道就更加鮮甜。金蚌就一魚兩食，魚肉我哋就攞嚟食刺身，頭尾骨腩就攞嚟椒鹽。擺盤嗰度有一個 Q 版嘅財神爺，睇落去好可愛啊！清蒸老鼠斑58蚊一條，你唔好話，如果係宴請親朋好友，位上清蒸老鼠斑睇上去就非常嘅大體。因為我哋今日仲點咗唔少其他嘅菜品同埋點心，所以我哋就只點咗2條。照舊攞一嚿我自己最中意嘅魚腩部位，入口肉質非常嘅嫩滑，魚皮嘅部分膠質就豐富。58蚊就可以食一條老鼠斑，性價比可以講係超高。招牌爆汁魚夾，魚夾炸出嚟嘅顏色相當嘅靚，擺咗喺一張綠色嘅食用紙上邊，令到隻魚夾睇起身顏色就非常嘅突出。佛笑樓呢度嘅魚夾嘅味型唔係我哋平時食開嘅傳統嘅味道，佢哋自己喺醃製嘅時候應該係加入咗一啲其他嘅香料。我食入口嘅時候就可以食得出淡淡地嘅檸檬草嘅香味，外皮焦香，肉質亦都係夠嫩。一條3斤幾嘅金蚌，肉就攞咗嚟食魚生，骨腩頭尾就係攞嚟椒鹽。食魚生嘅時候就可以明顯感覺到佢肉質入邊嘅油脂非常嘅充盈，頭尾骨腩椒鹽咗之後，入口香口之餘，亦都可以食得出肉質入邊嘅油脂，非常嘅香口，送酒一流。炒油菜花苗，呢段時候嘅油菜花開得就正當造，油菜花最中間最嫩嘅嗰部分就攞嚟用蒜蓉炒，入口又腍又嫩，菜味好夠。而家喺廣東經營餐飲，喺青菜嘅選材部分，間食肆亦都係落足心機，菜品嘅質量要好之餘，品種嘅選擇亦都要吸引人先至得。今日我哋就坐喺房間入邊食飯，茶位就係10蚊雞一位，朋友就係呢度嘅會員，200蚊入會員，然之後你可以消費返呢200蚊，5個人今日埋單一共就係850蚊。環境舒適，服務周到，菜品出品質量在線。多謝晒佛山本地嘅好朋友，請我哋喺佛山嘅老字號佛笑樓食飯。今日嘅視頻地道佛山味，佛山嘅佛笑樓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鍾意分享我生活中嘅點點滴滴。如果鍾意我嘅視頻，記得關注我啦。多謝你哋嘅支持。